庄伯爷，今日之事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你身上恰巧带着救命之药。之前种种，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但是今天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 可是你若再别有用心的接近画画，那皇上一定很想知道，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容伯爷，背着他，都做了些什么。按我平时的性格，我真应该赏你一巴掌。嘴长在你身上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还勉强能忍你。容伯爷，你曾经说过，羡慕我跟我爹娘感情好，但你知道吗？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。伯爷，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，能否自己先坦诚一些？我信任你。 所以我才会接过你递来的药。那你呢？能不能也相信我一次？郡主，容某有些累了。 我知道，你这里面藏了很多事，但我还是希望，有朝一日你能退掉外面这层壳，至少在我面前，做一个没有任何秘密、没有任何负担的郡主，容某。 不值得你如此。值不值得我说了算。放眼整个大业，我班画能看上的人没几个。但是我愿意算你容霞一个。你没有权反对啊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。可我在我眼中，你是独一无二的容霞。 是我很在意的人。